好食到小补，家己唔若鸡肉饭出名尔，牛肉饭的好滋味，更加是全台出名。家己市这间生意呢，哇，真正有够好，伊的口感是真 Q 的。这个粉地牛，这个配饭淋一丝这个精华提炼出来的牛油，哇靠！今晚摕到市牛协会主办的2020年全台上好食牛肉饭的第1名。打响了这个家己牛肉饭的名声。啊，那高雄有业者是用这个咸水牛肉片好了后呢，配饭，这个肉是有够嫩有够 Q， 每一喙拢会使食到真够的牛肉味。卡尔金葱拌饭套餐。牛肉饭旁内看起来真高级，这顿唔那好看，阁是2020年全台湾上介好食的牛肉饭。放真侪牛肉，用手里一丝一丝，互每一块肉拢食到 Q 底的口感。尾也较济金葱牛油，或者规碗饭愈香。这碗牛肉饭伫咧家己在地真有名，人去食过拢讲美味死。嘴内规个拢是油葱的香味，粉过牛肉，伊的特殊的香气嘛真迷人，互人客一喙白过一喙。这个肉啊，吃起来很香，然后它还有拌那个就是鹅油，然后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鹅肉也觉得很嫩，也很好吃。这个只有嘉义在地才有的鹅肉饭。牛肉料理有真侪煮法，除了用粉的，或者是用盐水处理过牛肉，就会当食到伊的原味。高雄这间有名的牛肉店，老师傅的刀工真有路，迄牛肉食要去厝内底，袂收柴嘛袂收涩，伊本身的油脂含咸香，互人客愈食愈爽脆。牛肉饭的香气，搁食一喙现切的盐水牛肉，讲究的口感愈单纯，愈当感受到实在自然甜味，互食过的人客拢学了解得知。家己的牛肉我食起来哦，感觉还佫无咱这间哦会好食。牛肉做法800款。爱食朋友，若有机会来家己游览行大，一定爱来吃试食看卖。